再来关心薪水，这是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2023年薪水的统计。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实质经常性的薪水，加实质的总薪水，拢是负成长。其中实质总薪水，毋但是这7年来头一届负成长，减1.04%，嘛是11年来减上济。就算薪水有加，毋过物价起，等于是钱嘛变无去。会价饮料800种伫成本压力增加的情况，豆牌饮料厂乌熊宣布部分品项会调悬计销。原来装的330毫乌熊沙士会为20块调整为25块，起上悬达到25%。不过通膨，民众无奈表示钱真正变薄啊。零食那一类的东西比较有涨，那蔬菜肉类的话，当然是随时价会变化啦，东西比较贵啦，可支配所得会变比较少，因为固定开销就是那么多。吃饭外面外食啊，什么都非常的贵，这样就觉得台币1000块跟日币1000块好像差不多，感觉在用。家庭主妇上有感觉薪水溜袂到通膨的速度。主计总处19公布2023年经常性薪资平均45496块，年增2.43%，总薪资平均58545块，年增1.42%。去除物价因素了后，去年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减0.05%，连续3年负成长，实质总薪资年减1.04%，是我7年头一摆负成长，可是我11年上大减幅。经常性薪资的部分是年减0.05%，那在实质总薪资的部分是年减1.04%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最主要当然是受到全球景气，就是经济因素的影响，还有同期物价因素的影响。132年实质经常性薪资甲实质总薪资受到物价起甲经济因素等影响，双双呈现负成长。那最近不少企业拢花呗加薪，今年实质薪资表现敢会当有机会转正？对此，主计总处官员分析，厂商调薪受经济因素影响，包括基本工资、军公告调薪等等，有计会当5月发布的事业人力雇用状况调查，才会当看出厂商就半年调薪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